的信息，第一首是303首，303首主，我要学罗你。好，咱开声来吟第一节。主，我要学罗你，尽心尽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权能，为荣光你性命。主，我要学罗你，尽心尽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权能，为荣光你性命。主，我要学罗你，尽心尽意。对你要找着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真水的诗歌吼，就用咱的心灵对心底甲唱出来，安尼个声音就足水的。第二首是344首，救主耶稣愿你来听，救主耶稣愿你来听。阮求的声，你就是阮靠你性命，深信得较正。救主耶稣愿你来听，我恳求的声，你就是阮靠你出名，深深的较正。救主，救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福，恳求你收赐。好，第三首要变是398首，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这是嘛是咱的恳求吼。来，咱来吟第一节就会使，真细的诗歌。咱救主耶稣基督，献你恩典慈悲，天地上帝受死大方，惊咱亲手行你，惊咱亲手行你。感受主耶稣听咱亲像囝儿安尼喜乐无？有吼吼，来，咱即条咱来敬拜赞美，咱先来读第一节的经文吼，咱来领受，来，咱兄弟咱同齐来读。伊甲我讲，有我的恩，你就到业，因为我的亏难是人的软弱来吃，所以我真欢喜，该夸口，我才会软弱，基督的亏难验伫我。耶稣听咱亲像囝儿，现在咱即条咱同齐起立，咱来吟天父恩典真正大，咱来学罗咱的阿爸爸上帝，将你的手甲拍打开来，咱来拍包啊吼，心内拍起来，咱来大，你的恩传，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在最宽，咱就笑脸。你的救主，在会艰难变这话题，欢乐的好事。你的开引传，后来阮的拢无散，开咱的心愿，平安福气有这么大，咱就落归向人生，好天地拢总相共。
因，伊的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引传，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地做伴。咱就笑脸伊的恩，日日有存，才会艰难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日日甲因传，互咱恩典拢无散，开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就好天地隆重三家欢喜，你的较因传，互咱恩典拢无散，开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就路开声迎接。好天地隆重三家欢喜，好天地隆重三家欢喜。阿门，哈利路亚。啊，这咱会当坐来，咱来念第二首，咱来领受第20个经文。啊，这请坐。所以，凡若对伊就近上帝的人，伊会救因到完全，因为伊等我来退休。咱过来读一个，因为所以凡若对伊就近上帝的人，伊会救因到完全，因为伊等我来退休。阿门。阿门。来，因为咱就近伊，咱会当等我。神差爱子来到我们当中，咱是靠着伊的恩典甲真理，才有法度来成做咱今日的现在这句。咱来用这首《因他活着》。神差爱子，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一次宽恕，使你复活，使我的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救的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是因他活着。神差爱子，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死里复活，使我的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救治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
了希望，指引他活着，因他他活着，我们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指引他活着。生命充满了希望，指引他活着。咱以弗所书第6章第13节安尼讲，来咱同齐来读，咱就用同样的祈祷来甲恳求，时时以信心来祈祷，敬信第7个，为着拢总的信徒恳求无亚神。阿门。咱即了咱来念，咱今日来为即块土地，咱诚心来祈祷，也诚做咱今日的祈祷。一切土地，我心心激动，万主的经历，那更短的天久，为这个消息，万强比困求。万主是万命，互阮不了地球。万全能去被上帝的圣所降临，万双向甲地上，你归阮心中。万全能去被上帝的旨意地请，万万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为这个土地，我深深激动。万主的情意，那更传的天久。为这个消息，万强比困求。万主是万命，互阮不了地球。全能去被上帝的圣道降临，万双向甲地上，让你归咱心中。万全能去被上帝的旨意地请。万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万全能去被上帝的圣道降临，万双向甲地上，让你归咱心中。万全能去被上帝的旨意地请，万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万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心来祈祷，慈悲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的心神阿乐你的圣名，因为一切稳定甲一切好事拢是你所行。
你是活命甲真理，阮较无来就近你，互阮打扫的心会当得到安息甲把助。阿妹，主耶稣，你是伊的稳定甲快乐，互阮会当行过病痛、苦难甲生命幽谷的山、生命黑暗的山谷的挑战。阮就近你，阮会当得到快乐甲智慧。阮感谢你赏赐信心做阮的保惠师，互阮会当随时亲近你，向你求你赏赐台湾这块土地，互真理甲活命食做2300万人的祝福。阿妹，保守阮时时用祈祷无煞的心，为罗州这块土地，为阮的教会，为每一个兄姐的工作、健康甲因的家庭来祈祷。互上帝你信心坚固每一个人，互阮的祈祷互阮祈祷每一人的祈祷，甲阮所做一切的工，阮安尼感谢、恳求、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妹。地甲其中所充满的世界，甲点伫伊中间的，拢属伫耶和华。伊将地建立伫海的顶面，安置伫大水的顶面。一水会上耶和华的山，一水会徛起伫伊的圣的所在，就是手清气、心清洁，存心无妄虚假，酒蛇无囥奸鬼。这个人要对着耶和华的祝福。搁对救伊的上帝来得着伊。一条三角来吟圣诗，圣诗303首，圣诗303首。主，我要学落你，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你。
你，真心真意，对你要找着人生的意路，哈利路亚。请坐。即日当心内祈祷，天父天父，阮感谢你，感谢你恩赐，互阮有美好的早起时，有美好的空气，通互阮每一日目睭闭紧，会当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主，阮真感谢你，求主你与阮带领阮，今日是你定的安息日，愿主你照顾带领，互阮今日的聚会，拢会当伫圣会内底来所阮要献的祭，求主你帮助阮，求主你也顾守着未来到阮当中的兄弟姊妹，会当顾守着因的脚步，来互因会当来到圣会当中，来遮来敬拜你、学乐你。主啊，阮要求你来照顾阮的兄弟姊妹，不管阮每一个人有心神肉体软弱的，还是艰苦悲痛的。求主你帮助阮，求主你医治阮，求主你救赎阮，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主你的恩典，满满伫每一个人心中。阮今日的讲道求主你从阮三下弟弟，最好着互牧师所有分享的信息，会当互每一个人听到，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阮安尼将今日的聚会敬拜完全交托伫主你，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要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情绪阮平安。今日咱三甲来看圣诗后壁面启应文，启应文第8，记载伫诗篇第23篇。启应文第8，显着我来客，恁来应。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互我的心会快乐。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主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以上，煞接，咱今首歌对所要献的诗是赞美耶稣，赞美耶稣。
即条咱三角起立来坐念咱十戒。第一戒，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第二戒，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第三戒，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名。第四戒，要记你安息日守伊做圣。第五戒，要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七戒、第六戒，毋通害死人。第七戒，毋通行奸淫。第八戒，毋通交替。第九戒，毋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十戒，毋通贪心。请坐。即条咱三角掀开圣经，今日的圣经记载伫旧约诗篇128篇。诗篇128篇，台语汉语本是678面。诗篇128篇，咱对第1节来看到第6节。第1节，既若敬畏耶和华，行伫伊的路下，迄落人有福气。伊要食你的手所着磨所得到的，你要享福，事事亨通。第3节，你的某伫你的厝的房内，亲像结做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囝儿围垒伫你的道，亲像橄榄栽。看，敬畏耶和华的人，的确要安尼得到福气。第5节，耶和华要对锡安赐福你，你一生要看见耶路撒冷的福气。你要看见你的囝的囝，愿平安归伫以色列以上。主将伊的话刻条伫阮心。今日牧师所要讨办的信息是天国甲家庭的福气，天国甲家庭的福气。咱将时间来交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6月第2主日，感谢主，今仔日嘛是同心立会的主日。今仔日的主题应该是顶礼拜，咱三角来分享。总是顶礼拜，咱是环境主日，所以用环境的主题来甲大家三角分享。同心团契来自夫妇团契即个重要的团契的名称，但是呢，有个人可能伊的先生也是伊的太太，提早离开世间，剩一个人，所以同心团契嘛接受失去另外一半的人来加入夫妇团契，所以会改名叫做同心。但是有的教会呢用水晶团契，啥物叫做水晶呢？因为结婚15年了后的水晶，的婚姻叫做水晶的婚姻。所以两个人的婚姻伫15年以后，囡仔嘛差不多已经进入青年、青少年，所以伫即个年岁，因会当有较侪时间伫夫妇做伙参加团契，所以有的教会夫妇团契是用水晶团契所以同心团契即个名称来自夫妇团契的组织，嘛是来自家庭。今仔日同心的例会，咱用天国甲家庭的福气。来甲大家做伙三角来分享，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你赏赐世间万物逐项有，互阮人类会当伫即个世间来治理管理，嘛享受你所赏赐互阮逐种的菜色美牛，逐种的食物。感谢主，你赏赐人类，然后人类生养济济，遍满全地来治理即个土地。感谢主，你今仔日是圣的主日，互阮做伙三角伫主。你的教会来敬拜而乐，愿今仔日关的礼拜诚做芳芳的做，祝你欢喜。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顶礼拜讲人有上帝的形象，因为当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了，伊上尾创造是甚物？是人类。伫创世纪第1章27节到28节讲，上帝照伊家己的形象造人，照伊的形象造男造女。已经造男造女第
第二章开始讲摕亚当的例来做讲做亚当，然后做夏娃。其实第一章就已经做男做女啊。这做男做女是复数，是罪数的，所以上帝赐予因讲，着爱生养侪侪来遍满地面，来治理即个土地。所以人爱生养遍满以及治理。所以创世期间讲，上帝已经束缚人类，已经束缚人类。照伊的形象做男做女，然后上帝就甲人类束缚。人为什么有上帝的形象呢？人为什么有上帝的形象？因为上帝用地上的土粉、土沙来做人，将即个生气来分入伊的鼻孔的内面，互伊成做有灵的活人，叫做亚当。这是第二章另外一个创造的记载。讲摕亚当一个例来讲做即个亚当，其实第一章已经讲做男做女啊。但是即个过程的中间，佮甲亚当的例甲伊刻出来。亚当叫做阿当，就是伫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土沙、土粉的意思。所以为什么人有上帝的形象？因为上帝将即个活气甲伊分伫人的内面，互人成做有灵的活气的人。但是咱看上帝创造了甚物货？最后有亚当了，有夏娃，所以人开始组一了家庭。第一个家庭，咱用亚当甲夏娃即个家庭来做一个起头。所以上帝创造了即个家庭，因为看即个查甫人，一个人独居毋好，所以伊个为伊找一个匹配的人。伫第二章18节以及第二章22节。安尼来看，所以上帝最后做人了，人形成了家庭。最后上帝嘛祝福了家庭，祝福家庭。所以创世纪第一章记载上帝创造这个过程，对第一天到第六天，照这个次序来创造万物。最后一天创造人，做人了后，互人类伫地面上来起造家庭。虽然亚当夏娃的家庭。最后是有不幸的事来发生，因为该阮胎死亚伯。对这个事件来看，人因为犯罪离开了爱甸乐园，第一件所记载害人的事件，嘛是来自这个家庭。所以，愿上帝想帮助咱，上帝嘛要透过家庭来祝福人。所以每一项创造了，上帝拢会讲，拢会讲，这是好的。上帝看做是好的，所以上帝创造人了，讲这拢是好的。所以上帝嘛透过这个家庭，要来祝福人类。俄国的文学家托尔斯泰讲，人如果若伫厝内找袂到幸福，安尼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你嘛找袂到幸福。所以幸福的源头是来自家庭，是来自家庭。但是为什么家庭会有遮尔多会适合这个破离？是因为欠缺疼。所以上帝创造家庭的时阵，上帝心意是好的，讲这是好的。包括创造人类嘛，讲这是好的。所以人哪会互家庭沦落到这个地步呢？因为做互人甲上帝来隔断。因为魔鬼撒旦来到爱甸园，来引诱夏娃，来引诱人犯罪对了。所以人甲上帝来隔断。所以这原本是亲像天国一样的家庭。煞变做是地狱，所以家庭适合破裂，这是撒旦魔鬼的计谋。所以魔鬼撒旦是迫害家庭的凶手，所以咱来防止这个恶者进入咱的家庭的中间，要尽力来保护咱的家庭。有人问德蕾莎修女，因为伊得到和平奖，伊得到世界和平奖的时，有一个记者问伊讲：“请问德蕾莎修女？”你感觉这个世界和平上界要紧的代志是要安怎来做？对这个世界和平来讲，应该紧急去做是啥物代志？因为你摕到世界诺贝尔世界的和平奖，这德蕾莎修女甲伊讲：先生，你问了真好，较紧回去听你厝里的人，去爱你的家人吧。赶快回去爱你的家人吧。
即个敢若亲像耶稣过我了，伊对彼得甲彼得的对话，记载伫约翰福音书吼。耶稣问伊讲：你有疼我无？你有爱我无？彼得讲是啊。主啊，你知我是爱你的。耶稣连续3摆问彼得讲：你有爱我无？彼得拢讲是啊。彼得真正是爱主对，但是耶稣知影讲彼得伫伊受迷迄暝3摆无承认伊是伊的老师，伊是伊的主，所以耶稣3摆甲伊讲：你去饲我的羊仔囝，你去喂养我的小羊。你去甲我羊仔饲互饱，意思就是讲，你去做比讲的搁较重要。你毋通干那讲的若定无准守，因为你3摆无认我。德雷莎修女的意思嘛是讲，毋通用讲的，用做的，因为做比讲的搁较重要。所以世界和平的关键伫家庭，所以做比讲搁较重要。马上去做。彼得讲伊有外爱耶稣，耶稣讲。甲彼得讲，你只要甲我的羊仔囝饲互饱，安尼讲，安尼做比讲搁较重要。如果家庭若要成做一个天国，和平嘛会临到咱的社会、国家、甲教会，互人的性命得到兴旺，来得到丰盛。所以第一，咱甲家庭看作是世界的天国。所以上帝的国来到，毋是目睭当看见的。路加福音17章，一个法利赛人因来问耶稣讲：啊，神的国何时会来到呢？上帝的国什么时候会来到呢？上帝的国什么时阵会临到？耶稣甲伊讲：上帝的国来，毋是咱靠着目睭会当看到。所以人嘛袂当讲看伫遮伫遐，你看伫遮伫遐，因为上帝的国就是伫恁的心内，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中。所以 Here and now， 上帝国就是伫遮，所以上帝国是咱目睭所袂当看见属灵的国度，其实就是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就是即马甲现在，就是伫遮甲现在。所以咱捌去参加敬拜娱乐，也是讲咱的教会敬拜娱乐常常吟的一首歌。赞美之泉的歌，叫做在这里，有没有？所以讲，当咱礼拜唱圣诗、唱诗歌的时阵，伊讲安那，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热切期盼能够遇见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喜乐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哪里？在这里，咱毋是带敬拜而乐，吟诗在这里，在这里。但是你吟诗了咧，其实天上国度就在哪里？就在这里。你甲边仔人讲，在这里，就是 here and now， 就是即马上帝就是临在。所以耶稣讲，这个国度是人目睭看袂到的，是伫人的心内。所以你的心内若有上帝。上帝国度就存在，所以这条诗歌嘛写了真好。我相信，喜乐的刚好伫对，伫遮啊，所以喜乐会刚好伫对，伫遮这位兄弟真好，多谢你，回应了真好。所以要荣耀、要彰显奇妙神业，若要显明天顶的国度降临，就是伫遮。其实天国无远，离咱无远，咱毋通甲伊讲天国有够远的。如果上帝若降临伫咱的心内，叫做心灵的天国，上帝掌管咱的心思意念，这就是心灵的天国。如果上帝若降临伫咱的家庭，掌管咱所有人的心思意念，甲咱厝里所有的事，安尼上帝国就踮伫咱的家庭，叫做家庭的天国。如果上帝若踮伫咱的教会，咱兄弟姊妹做伙聚集的所在，掌管咱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安尼上帝的国度伫教会就会当成就，咱就当家看做是教会的天国。安尼以此类推，你上班的所在若有上帝，迄个所在就叫做
公司的天国。如果你做工课的所在，迄个所在上帝降临，迄做工场的天国。以此类推，你的学校会当成做天国，你工作的所在，你自己的所在嘛会当成做天国，甚至你去社会社区上课的所在，迄个所在嘛会当成做天国。所以无论咱伫倒位，上帝伫倒降临，迄个所在就成做天国。耶稣意思敢若是安尼，天国伫咱的心内，咱的心是带咧走的，带着走的。所以到底迄个天国就是伫遐形成。顶倒边，如果咱的心思若好，魔鬼掌管做控制人的心灵，就会变做迄个地狱。所以家庭若互魔鬼占领，迄个所在就变做地狱，就变做家庭的地狱。所以有一寡人起做了家庭的天国，但是有一寡人无小心，促成了家庭的地狱。相款的意思，如果迄个所在若无疼、无欢喜、无喜乐，煞变做地狱。愿上帝想帮助咱，咱是较爱天国，还是较爱地狱？天国有人比安尼，敢有人要比安尼？愿上帝帮助咱。耶稣捌讲，天国咱亲像一个宝藏，放伫咧涂骹内面，只有伫涂骹内面，人伊发现到了无说伊，伊变卖所有的，然后要买迄个土地所以天国是宝贵的。所以一寡人去做了天国，但是有一寡人煞变做地狱。所以咱爱明白即个道理，将家庭建立做家庭的天国，安尼天国就离咱无远。因为你做礼拜了，你会回去对？你会回家？不会回家的举手。大家都要回家嘛，所以天国就在你的家，不是吗？所以愿上帝想帮助咱，互咱的厝里会当起做亲像天国一样。所以要起做天国的家庭的要件，第一，咱要敬畏上帝，为着要互家庭建立成做天国，这是重要的要件，就是互咱的家庭的主权来伫咱的上帝的手头。所以128篇诗篇128篇第1节，咱做伙来读来。既若敬畏耶和华，行伫伊的路的，迄号人有福气。所以行伫上帝的路的人，迄号人安怎有福气？所以今仔日你来教会，你行过的路安怎拢有油得滴，是毋是？所以因为你敬畏上帝，你来到教会，你要做礼拜，你来到礼拜堂，你存一个敬畏的心。你存一个，我要来敬拜上帝，要来学了主。这条路行这条路的人，这号人有福气。所以你嘛要带着敬畏的心，转去到你的家庭，伫你的家庭来起做敬畏上帝的家庭。诗篇128篇是上家的诗，就是讲这是一个鼓励兄弟姊妹彼此互相扶持的诗篇。敬畏是指惊吓，无毋对，是指害怕，没有错。但是害怕不是远离，你惊，你因为惊这个人，所以你离较远的，毋是，这是对尊敬，而且佫会当来军队的意思。创世纪第3章，亚当犯罪了后，伊看到上帝，听到上帝的声，伊怎啊惊，怎啊避起来？这就是伊无尊敬畏的心，因为伊惊，所以敬畏是尊敬伫上时，佫会当军队的意思。第二，咱看到顺服上帝的话，所以上帝的话会当成做咱的帮助，所以互上帝成做咱生命中的主人，成做咱生命的主宰，这嘛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对上帝的话来明白伊的旨意，按照伊的旨意来过生活。这就是咱信徒应该行的人生的道路。咱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帝就会降临伫咱的心内，治理咱、管理咱，来带领咱。所以咱每一天要照上帝的旨意，上帝国自然就伫咱的厝里来形成，互咱的家庭成做亲像天国一样，互咱的家庭嘛亲像天国同款来得到福气。
天国家庭的祝福。上帝创造这个宇宙叫做 cosmos， 这英语的意思是来自这个希腊文，这个意思就是讲有次序甲和谐的意思，cosmos。所以上帝灵运行，互这个空空混沌的世界有了这个次序。伫创世纪的一开始，就讲上帝的灵运行，然后开始分别。开始，咱的地面上有次序。上帝头先创造这个光，有光了就暗，了开始有这个次序，因为有白日时，有暗时，这是第一日。所以开始咱的地面上开始有白日，有暗暝，有白日时，有暗暝，开始有这个次序。如果咱若24点钟拢亲像咱的白字甲蓝字有啥物货？有用昼甲用夜对无？你若要住伫遐，你会安怎？24点钟拢无暗暝，你会安怎？你会兴奋过度啊？你会24小时都没有办法休息，对不对？所以有日有暝，安尼人才会当有一个次序，会当有休困，有工作有休困。这就是上帝互世间有一个次序，互世间有一个和谐。咱来看诗篇128篇的第2节，咱做来看。来，你要食你的手着磨所得到的，你要享福，事事亨通。对这来看，咱要对咱所着磨的来得到，来享受，来得到亨通。所以天国家庭的祝福，就是对上帝，互咱有一个次序，互咱会当食咱所着磨的。所立感的交替，互大地有四季的运作。即摆已经进入热天咱即几日是啥物佳节？端午佳节咱就进入即个真正的热天。所以人得乐乐所得到的享受即个福气，事事会当亨通。第一就是咱有平安。所以对128篇第3节咱来看，咱做一读来你的某伫你的厝的房内，亲像结做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囝围垒伫你的道，亲像橄榄栽。圣经若讲到葡萄，讲到橄榄，葡萄跟橄榄就是祝福。因为葡萄将来毋是结一粒一粒，葡萄结是安那，结实累累，规拍的。你去菜市讲要买葡萄，来，我要买3粒葡萄，伊敢要卖你？无啊，一定是一皮嘛，一串的嘛，就甲你包好势好势。所以你要拣葡萄，一定是一皮一串一串这样子选，你不会选说我要买10粒葡萄，不可能，除非它已经散开了，已经散开所以葡萄一定是结实累累，结实累累。所以咱看到这个福气，有平安的福气，这是真正是河顶水的画面。这个葡萄树甲橄榄栽是代表丰盛，葡萄结一结就是安那一串橄榄为什么亲像橄榄栽？橄榄树伊若要大丛，伊爱树枝愈济，才会当每一个树枝拢会结果子。所以伫橄榄栽伫咧细丛的时阵，伊会尽量互伊发较侪花，愈侪花愈好，伊袂去收伊的即个嫩枝，伊要互伊愈侪花愈好，就表示讲伊若愈侪树枝愈侪，即丛橄榄栽就表示伊是好树。所以橄榄树的用途嘛真大，表示讲这嘛是用来祝福，是真正是足特动的。就是讲橄榄伊的用途足多，伊会当食，嘛当用榨油，橄榄油。所以亲像即个橄榄伊的用途足普遍，用途足多。所以圣经常常用葡萄、橄榄树来诚做祝福的譬喻。即两项物件，是对圣经来讲是上介好的。如果咱若住伫好的厝，总是即个厝的内面，若无甜蜜，变做啥物货？
咱若是住伫真好诶厝，你住地堡也好，你住即个豪宅，但是安那，你是住伫上好诶硬体，但是内底人若无彼此相听，咱嘛无法度得到甜蜜。所以重要诶是住伫内底诶人，吼，无论咱食搁较好，享受搁较侪荣华富贵，上界重要诶是安那，即个家庭诶人爱有平安。如果若无平安，啥物拢无重要。米勒即个法国农民的作家，伊画一幅暗岛的图吼，晚岛的这个图，一对翁仔某因伫田内面工作一天，到黄昏日头要落山的时，因听见远远教会钟声，因感谢上帝。今仔日已经过了一日，因就徛伫因的因做事的田内面，伫遐来祈祷，来感谢上帝。所以虽然这是非常平凡、非常平凡的一个画面，所以咱的家庭若是以上帝做主，亲像安尼来享受天国的平安。所以咱看到这幅图是平凡的一日。总是伫日头要落山的时，因听到钟声，因就伫遐来感谢上帝。这就是人伫家庭的内面有平安。所以咱住好厝，但是内底若无甜蜜，享受好的硬体，内面若无疼，嘛是无效。所以平安非常的重要。第二，咱有行通，心爱有平安，凡事才会行通。所以咱的心灵爱真做天国，生活才会当得到天国。如果透早日头日头起来时，咱拢要知影讲要去上班，结果翁仔某冤家了后，两个人拢去做工课，迄天会顺利吗？心情会好吗？做工课会顺利吗？囡仔透早起床就互大人甲伊骂，吼。然后就去上课，这个囡仔会认真上课吗？有可能逐项事拢会袂顺利，拢会无法度顺利。所以安那心内有平安，安尼才会行通，心灵才，互咱心灵成做天国，生活才当得到天国。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会当，互咱的事顺利，互咱日子，互咱的家庭亲像天国一样，安尼才会当事事行通。128篇第40，咱做伙来看敬畏耶和华的人，的确要安尼来得到福气。所以到28篇第40，佮咱强调敬畏耶和华的人，才通得到福气，而且是的确来得到福气。所以咱每一个人爱有敬畏上帝的心，听上帝的心。第三咱会得到兴盛。对128篇的第5节到第6节，咱做伙来读一解。来，耶和华要对锡安赐福你，你一生要看见耶路撒冷的福气，你要看见你的囝的囝，愿平安归伫以色列。这锡安原本是指耶路撒冷城的一个山，但是即马这个锡安是指咱的教会。所以咱搁对家庭倒来看。如果家庭若兴盛，咱的教会嘛兴盛。所以家庭若要成做世界和平的关键，亲像德蕾莎小女甲这个记者讲的，赶紧转去听你厝里的人，安尼世界就会得到和平。如果家庭若遮尔重要，安尼咱的教会嘛成做世界和平真重要的关键。因为家庭若兴盛，咱的教会就会安那共款得到兴盛，这是连带的关系。所以天国的领导嘛，领导家庭嘛，领导咱的家庭。所以天国领导家庭嘛，对咱的教会有真大的贡献。所以兄弟姊妹，咱伫教会得到上帝恩典，咱回去来起造天国的家庭，咱的信徒的家庭爱成做天国，咱的教会嘛会当搁较丰盛。英国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做Edward Byron 这个人伊有写一本册叫做《罗马帝国的灭亡史》。罗马帝国安怎灭亡？
除了罗马帝国除了烧钱以外，罗马帝国佫有啥物？有文艺，有真侪历史以及艺术等等遮的物件。伊这本册内面讲，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就是因的家庭已经受到破坏。所以罗马帝国灭亡以前，因的家庭已经先没落，这家庭的功能已经无去啊。所以家庭若要成做天国和平，嘛会临到咱的社会，临到咱的国家，人类就因为安尼搁较昌盛。所以有人问讲，天国伫什么所在？你要安怎回答？天国伫倒？伫咱的厝啦，伫咱的家，安尼有偌好呢？所以天国有偌远，其实无远。所以愿上帝祝福大家，互咱的家拢会当成做天国，来享受幸福的人生。互咱的教会嘛，成做天国的教会，因为咱的教会是一个大的家庭。所以信徒的家庭，如果会当成做天国，安尼信徒，安尼家庭，才会当互咱教会会当形成。所以家庭甲教会是相反的，这是一个真特殊的一个关系。出埃及记20章60，甲咱讲，听我受我诫命的，我要伊的慈爱直到千代万代。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的心成做心灵的天国，互咱所行到每一个所在，拢有充满欢喜、疼痛、和平。咱同心来祈祷。主你听阮，使阮帮助伫阮的家庭，互阮将家庭来起着亲像天国一样，安尼天国就离阮无远，因为阮的家庭就亲像天国一样。阮的家庭若兴盛，阮相信阮的教会会得到兴盛，会得到事事亨通，嘛会得到最的平安。阮上帝帮助是阮的大的家庭伫阮的教会内面，互阮诚做为主你服侍见证的教会，是阮帮助阮。阮的教会有来自亲像夫妇团契、同心团契，是阮帮助阮。互阮兄弟姊妹嘛伫这个团契内面来受到造就、受到帮助，求上帝你听阮的兄弟姊妹，将你的稳定疼痛施温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互阮的心内有疼，安尼天国就伫阮的心。互我这天国是人所袂当看见的。因为主你甲阮讲，天国就是伫人的心内，求上帝使阮帮助阮，互我会当见证上帝的疼，就是将阮所处的处境来经营，亲像天国一样。主啊，帮助阮，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感谢牧师美好的信息。这条咱三角来念圣诗344首，回应圣诗344首，救主耶稣愿意来听，请咱起立来念全首。救主耶稣愿意来听。求的声，你大是阮靠你存命，深深的觉正。救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有。情愿话，无亏我有花，我世情拄起偌多，主你的脚话，
俗是错，你准我祈祷，求主求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过你大恩，求你相思。我是因无我命食路，只有主耶稣，你要替我担当艰苦，天的无白路，求主求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过你大恩，求你相思。阿门。请坐。这条咱三角来奉献，也这献的这书，请来接献。这条咱三角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坐。这条咱三角来读咱今日的金句，记载伫诗篇128篇第4节。大意咱来读2遍。看，敬畏耶和华的人的确要安尼得到福气。看，敬畏耶和华的人的确要安尼得到福气。诗篇128篇第4节。这条咱来看报告。咱今日毋知有新来朋友无？无哈。好，啊，无咱来掀开咱的周报，咱来看消息甲报告。咱教会第4期的洗礼预定伫8月初4来举行，要受洗礼的爱更新礼的，请咱来按件数来报名。咱报名的时间是到6月16来查址，通来方便着安排后壁的学道班的课程。第二，若伫咱教会聚会已经久的，已经有受洗礼的，欢迎将。若是会籍无伫教会，欢迎将恁的会籍来签入本会。若是长老教会以外的，
请以信用个别来加入本会。第三，6月16也就是下主日，教会罗州咱教会设教151周年，2023年也是去年，咱教会为着设教150周年相关的活动，咱也投入不少的人力、甲物力、财力，邀请到兄弟姊妹为设教150周年的事工来奉献，来回应上帝听从。第四，咱直接来甲建筑执事来甲恭喜，伊即个6月22日下拜六上午9点，要为着第2后生志毅甲陈怡安小姐伫教会要来举行着结婚的感恩礼拜，敬请大家来观礼，恭喜愿主祝福。当讲中昼，伊的喜宴是设伫咱这新庄电华餐厅。第五，今年的暑假教会开设着英文甲音乐的修习课程，详细情形、详细的内容甲欢迎咱两位牧师来报名。第六，咱教会有咧招募着音控的同工，请干事来报名，日后会找时间来举行音控的训练。第七，咱每礼拜三拢有读经的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第八，会计报告，请咱家己来过目。团契消息，同心团契今日伫第2场结束了后，伫教会1楼就举行着例会，主理是请方叶姐妹，主题是祈祷启动上帝的能力。第二，书记李东阳，我是 EQ 小主人，要举办的时间是伫7月初6甲初7，拜六甲礼拜日上午9点，甲伫下午4点半。招收的对象是对升小学小学甲小六的学童。咱要招收的人额是40名，有收一个保证金，若无迟到，爱早退，全程来参加的活动结束了后，咱会全额来退费。报名时间是对今日开始，到6月23日来查址。活动内容真丰富，足趣味，希望帮助小朋友的明白自我的情绪的管理。报名请甲咱的主日学老师，也是教会干事，也嘛有开放着网络的报名。具体相通甲教界消息，咱家己来看。咱委员也为着这具体欠案的人，咱又来替因来祈祷，来为因提名来祈祷。以上。咱手报顶面有一个活动吼，第5点就是讲有一个英语的老师，甲英文的老师吼，伊要来开课，伫暑假的期间只有暑假吼，拜3甲拜5，目前时间是敲定在礼拜3、礼拜5中午10点到12点吼。那会开2班，一个就是小1到小3的一班，然后一个是比较高年级的小4到小6。如果咱的细囝想要学英语，要加强英语啦这个部分。来当甲牧师联络咱因为这是要老师爱互伊钟点费，1点钟600块，咱最悬的收5个，所以5个600块，就是你5个学生平均分摊这一个偌济？120安尼有俗无？有俗就是一礼拜上2点钟，拜3一届，拜5一届，有2班。一班是高年级的，一班是低年级的。上时林牧师会开课，要个教音乐，就是讲你有上音乐，英语的人嘛，当然上音乐。这音乐的时间还袂敲定，但是会配合差不多嘛是伫拜3，还是拜5，还是拜6有可能。所以咱若有想要互囡仔伫这个暑假，若无去安亲班，想要来教会
学英语，学音乐，咱采小班制。所以一个老师跟他5个囡仔啦，点无要做，无要大团体，要采小班制，最多就是5个人。好，那就是希望说我们的小朋友暑假若无去安亲班，会当甲牧师联络报名，但是这是有收费吼。如果若是2个人报名，安尼歹势，一人就是300块，因为这是爱付吼，这英语老师的总点。但是音乐的部分，就是讲要比较这英语老师安尼，安尼付淡薄这个总点会互老师，当然老师就会较认真教，就袂讲你收的钱，互你白收了这个老师伊是伫一般的英语。这个囡仔学英语的所在嘛有咧教，所以有经过牧师甲伊做伙联络了后，感觉这个老师嘛真特大。讲伊无爱教侪，伊敢上侪收5个尔，收5个安尼你若有囡仔想要学英语的，你是甲牧师报名安尼咱若是有开课，就会甲你联络上课的时间以上。即条咱来吟花八诗398首，花八诗398首，请起立来吟全首，吟诗煞咱请牧师来为咱作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属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立道闭会。